哎，小心地滑。谢谢。狐狸精又在勾引我龙哥哥了！哎呀！哎，小心！还好没事。为什么龙哥那么关心那个狐狸精？我到底比他差在哪儿？你这个眼神什么意思？你有话直说啊！像教主这种武功高强的人，自然喜欢让他有保护欲的女人。我不需要被保护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吗？嘿嘿嘿，我就是跟你研究研究，这么认真干嘛呀？需要吗？灵儿，灵儿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就是有一点点。等一下，现在这么关心我，这不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？啊，就是我，就是手脚冰凉，身体发热，浑身没有力气，肚子还不舒服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，龙哥哥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很难受的啊。你们男生不太懂这个，这个是因为他马上我没有办法呼吸了。糟了啊！他恐怕是走火入魔啊！不要离开我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，龙哥哥？你放心吧，灵儿，我一定治好你。你们两个不要瞎操心了，行不行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啊，龙哥哥，不要松开我的手。好。灵儿，你先休息会儿。教主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我先帮他号号脉吧。你还会把脉？那岂不是要全盲？不行，我得改变一下脉象。这个脉象，脉象呢？你头皮发了，死了！这么痛的吗？教主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如此乱的脉象啊！我们还有备用的诱护法吗？喂，我是你亲妹妹啊！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开什么玩笑？还是龙哥哥对我好。你不就是诱护法吗？就你们是救人好吗？我是锁护法。这件事以后再说。灵儿，这根是9天全针，可能有点痛，你得忍一下。好了吗？快了，扎完这剩下的99根就好了。这全部扎完，我是不是要变刺猬了呀？已经扎好了。静脉是正常的，可是没想到现在气血这么虚弱，还不是被你们扎的？恐怕是几天都下不了床了。那怎么能行？还好我的货没卸呢。可恶啊！实在不行的话，只能给他运功疗伤了。运功疗伤？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龙哥哥。我是最终 BOSS 吗？至于吗你们？大家把力量借给我们！这些都是谁呀？当天都想我死，我是要杀青了吗？教主，这是我最后的力量了，拜托！
这样有舒服一点吗？你不要生气哦，我跟你说，男生就是什么都不懂，他们也知道你不舒服，然后也很心疼，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关心你。哦，不要生气了。老板娘，姐姐，快来吃早餐呀！来了来了。他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不知道哎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Take me back to the day I met you， 告诉我这并不是一场梦。你眼泪滑落，微笑对我说，陪我看最后一个日落。你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执着。点个追番，一键3连。什么？我们有同名广播剧了？是的，《奋斗吧龙顶天》广播剧7月12日正式上线，猫耳 FM 盲盒剧场不要错过。大家扫描屏幕2维码，关注 B 站轻剧场，把力量借给